子。卡吗？我自己试一下啊，我把手机打开看一下。我觉得应该不卡哦，我这边满了，网速是满的，好了，现在5兆6兆左右。包包里面这个手机太大了，也不好掏。要点吗？可以了。我这边不卡，一点都不卡，这边测试一点都不卡，应该是你们那边问题吧？你听嘛，我这边延迟只有几秒钟，2、3秒钟左右延迟，应该在不超过3秒钟。那就他们的问题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这边测试正常的。我这边网络跑满了，6兆带宽全部跑满了。我的带宽刚刚4.8、5点多，现在全部满了，现在是6兆跑满了的。领地穿了便装，去这儿便装。这个箱子，省得背了，背到后背都疼。对，我像我那个安全箱一样，对，推到就好用一点。我把那个黑色箱子，安全箱拿来推啊，买了2个，花了几千块钱，用了几次。不挖来了。没事，这一会我看吧，我现在一直看，一直不卡，从来没卡过，一次没卡过，正常来，非常正常。银州来了，这个来了。这个粘住了没有？这是离开不？有点
点点，眼睛一点点肿吧。今年过敏了，不能化啊，妆。今天又化了一遍。戴口罩吧。对，前几天都是戴口罩。是吃东西吃着了。不是脸上用品的，啊？脸上化妆品。哦，化妆品的问题啊。我以为吃东西吃着。对，他的毛毛就在旁边，一点都不开啊。看吧，我说话的都正常的，一点都不卡。哎呀，不用再铺那些了，反正看人数正常的。如果卡的话，一下就掉了很多人。感冒，因着是化妆品过敏，他有点干枯，脸上有点肿，然后应该是质量问题，不是感冒。他现在眼睛还有点肿哎，眼睛我脸有稍微有点，现在好，我看有点肿。khi nhớ mà bù lại sau giờ cái ni nắm ta sao khiến chỉ chỉ cho mà lo đi là trả lại khi bữa cờ chỉ chờ卡了，又还有问题，没有音，没音乐就整了，全部都一下卡了。现在真正的卡。放到那个后头去，放到那个垃圾桶的后面。
哎，我放的还有杂音呢。断电了吗？电断了。不是电的，这样不能干哦。你们讲话了呀？这电太快了。nhớ mà bù lại số giờ kể ni mắm ta sao khen chỉ thì cho mà lo đi là trả lại khi bữa thơ thì cho lo电视被人播了吗？这边没插好吧？这边没插好。无人机的话，都这个拍出来都差不多，看不清楚。拍了几次无人机，因为没看5-6个小时那个，现在不拍无人机了。无人机也就是上升下降，然后拍一点夜景，加一下转圈儿。然后因为它不能收音嘛，只有你单独配音乐进去。然后我把所有的音乐、知道音乐全部配进去了，将近6-7个小时。Soja
这个。我今天都把作业调腻了，我一天天调这个干嘛来调？天天调那个。对，确诊在直播现在。一样的，我觉得你反正都在，大家都在直播，每个人都有账都在直播，都可以直播啊。像以前的丽丽也不直播嘛，丽丽不直播，各种确诊也不直播，张希确诊也不直播，阿布啊的都不直播，后面都天天都直播了，都习惯了。已经，他以前像以前丽丽有社恐嘛，他就是对镜头这个镜头他就表现不自然了，有点胆小，现在好多了，随便你怎么拍。他们对待那个像摄影那些，随便你怎么拍，随便你，他们没有那种胆小的那个感觉了，已经没有那个社恐那种症状。现在他们一直在跳嘛，去这儿确诊，小拉、邓祖红，然后小王同学、张小璐。雍真还没来呢，哦，雍真没来呢。你既然继续该穿那个衣服噻，才穿一天，才穿一天。穿两三天再洗也一样。这件有央美的采访，这个小女孩，哎，这是谁啊？徐美都还在成都，她在3医院陪她弟弟。我以为他走了，他今天我联系到他还在成都，就是比如艺术团的那个。这个女孩知不知道是谁？这个扎西那个，应该也是认识的。不知道，应该是四川那些媒体，要么就是藏方面的。
了快手一样的就是。哎。这些好听一点。老师。弟弟是叫人唱出来的。弟弟是哪儿康的？你说啥啊？说什么带中要跳舞啊？正常的。别人以为什么问题啊？你说啥？跳得那么差，我拍都不拍他，碰到他不会跳，也跟他学也学不好。说小孩呀吧，这个不是带动教小孩，跳舞的不成噻啊，小朋友在里面跳。这怎么小孩没来？啊你妈呀！你是菩萨，
người chỉ ba trăm cứ rong cho lên đi mà nhà sa linh ca
兄弟们站着点一点哦。站着点一点，兄弟们，我看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没人动了呢？咋没人动了呢？那么的安静。两边的直播间都异常的安静，怎么看，兄弟们？寂寞啦，兄弟们！我用第二条，啊，这个用第二条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普拉卡瓦前进走，站着点起来，两边的家人们。穿衣服不想跳，你今天没穿衣服就不想跳，没有，今天跳都没跳。早上就忘记带了那个，也是忘记把不想带了上班了。哦，你穿的啥？这样可以吗？小朋友应该可以。啊，多点我，我回家了。还有好多时间。还有半个小时。就是嘛，耍儿嘛，有直播噻，直播耍儿噻，晚上不去干呢，回家不直播。再待半个小时，半个跳完了我就走吧。把酒喝了，还把请我酒喝了再走。要走16个站，要是有点远啊。啊？要走16个站，地铁。哦，就是40啊。多分钟。哦。你搬地方了吗？啊？搬地方了吗？对对对。搬哪儿地方嘛？16个站。成华区，万象城里面。往那边去呢？天健广场。奥园那边吗？哦。那面挨了理工大学。对。那边好像有点偏就是了。我去上班。理工大学，然后再走一个站，十里店就到了。哦。我爸爸嘛，可以保持他半个小时，他结束了你们一起走。他要去这奥园广场，应该是在附近。我们铺子那边在奥园那边，那边比较熟悉。我那边人大学吧比较多嘛，那人还可以吧，反正那边商铺的消费能力还可以，全是学生那些，酒店还有很多那种
酒店是公寓那种，租金还比较高。都是传人，龙的传人，圈子都传人。问一下，等会儿问他们，他们在跳圈子，跳的，我的巴郎巨人、巴郎我都在跳圈子嘛。巴郎我们的最小书记在学。Hello， 你看丽丽。虽然我今天还没拍，手机还没拍呢，手机还没拍视频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
雨涵来了，不是雨涵吗？错了，不是，不是雨涵，去了。不是雨涵，对对对，不是，远处看有一点点像，但是不是。半炷香的时间，哈哈，就是，确实找不到房的了。9点15。太多是被套新的，照一下啊，看到在一起把他们这聊天儿。对啊，很高嘛，学生本来就高，这几个不一样的，这几个一样的。记者，记者。别这样，是不是？这4个字叫啥名字？刚刚放了的。真的4个字。来了你，站下。搜一下这个歌的名字，搞忘了4个字的。什么相国之声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相国之声，这个叫相国之声。你的有跳舞那种感觉了，动作幅度有点大，现在越来越大，越好看。
罗罗有点像瑞瑞的感觉，就是那个兰州那个瑞瑞。他们来记者不应该采访他们吗？怎么跳个舞就走了吗？这个没跳的。玄子给曲征安排的吗？这你们应该会跳噻，他应该会跳。
专门给你取人放的。刚刚那一首是名字叫是时候去报恩了，是时候报恩了，6个字。前面那个是献身之歌，献国之声。这一首是曲征的选址。专门给你。要不要来个章子？那天我直播间看到了。照片在直播，你今天哈哈哈哈！说得好。请个球，请个球，咋把水又喝上了呢？哦，那应该是。霸王别姬，霸王什么的奶茶那个很近，麦当劳旁边那个地方。请个酒嘛，你收就收到了嘛。那放完请个酒我不喝。最后一个喝了酒就上场。他们来报了吧？票包去了。拿不了，拿不了。康宝卫视的，敲了下就走了。张小布来了。有人讲解的嘛，就看那个；没人讲解就不用看。你看，也在像拉布娃呀、曲圈的，扫到那个就可以看嘛，苏拉也可以吧。
他给你摆龙门阵啊。就要喝完喽。在外面嘛哈，谢谢啊。人里面没有手机拍的，全部是你们从抖音上看的，都是他们拍的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后面都不让跳了吗？再跳一个吧。什么？你是说刚刚那个40多温了吗？什么叫多几什么4个字的？给我查一下嘛。下去吧，这个跳高的是。报温了是98唱的，98多久的9，8是8大83的8。这个后面好看。在这边了，老是在这边，看不看了？
这边看了，继续玩还没结束。别回去了，现在联系你。要围拢了，推一下那边，这个得折，这没放出来，可以很好，可以很好。快点把我的节目拍了。是哈。其他的不用，还有一个那个这样，还有一个跳的很好的。漂亮，还有个卡子4。有几条，还要跳，你想不跳？一会儿让摄影师给你拍一会儿，你想跳啥？这两天吗？老婆叫我该回家了。喂，啥子？等子过来，嗯？啥子？等子过来，快点，叫你啊！牵回去牵回来，给我打个电话啥子噻？罗桑，罗桑，我搞啥子？有不行吗？啥子？罗桑，过来一下。你说啥子？我晓得啥子？你在家里面的。还有水。这头牵回来，我忙个冲嘛。好。肯定不给他的，还有那个。男生了，女生不接。要拍一个那个什么？小罗呀。不要吗？男生要不要？先把你手机充值嘛，那个钱没跳了，稍微对，你们不是4个跳1个，每个人一人跳，他那到时候会放4个。一人跳，你们商量一下。你拿一个嘛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卡子4嘛，他代表着。来，我去这。充值。杨修，杨修，通过移动。他踩完了。他踩完了。小快。他们弄完了。他们都没，他们都等一下，他们采访完了，采访没有。把那个哥，把那个线牵回去一下嘛。哪个线？哥，还是外。啊，外吗？老板什么？不要盲猜，不要盲猜。不要推一下，推一下啊！推一下，要跳舞啊！推一下啊！推一下，这边还要推一下，推一下啊！他们一人跳一个。一个人跳。哎，4个人嘛。他跟兄弟跳卡子4，他那边康宝也是踩完就卡子4。说不定是其他的，看他喜欢跳什么就跳什么。哎，老师你好。还有你什么？我娃就交头去了，我那个手机没得电，没电话回了，停机了说的。我打电话问他。今天啊？不，我来玩那个手机，另外一个号，中国移动。我跟你说啊，跳那个3。可以。他是。我充了200块钱，你2天好几了？你先接几秒？重新开飞行模式噻，再开噻。我这马上回来啊。
这个吧，手机给我拿过来嘛，多少个年？不行，我今天穿了。那就赶紧来充电一个。距离太远了。他到这边去。他这边了，这边了，这边摄像头了。这边光多。然后这边是顺光，这个光亮。这儿对了照。这边有点黑了，高点。这边光应该好一些，这边做背景，这灯那边不耽误不行，有版权。好，知道版权不？别人注册了得。你在哪个方向？基本上没选。先走，慢点走。没事。啊，围起可以，围起来。要的就是那个氛围。你往哪儿就是那个，你总感觉你寄过来了，你还喊叫啥嘛？都想看嘛。对，都想看。好的，大家别急啊。记得超市。不是，拥挤是在我那里，我的那里在播拥挤。我在播国庆时间。可以了。马上。只拍一小节，只拍一小节。不演。他那里调了个地完整版。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没有真的。啊，只有这个角度了，没办法这个，我们只能这样看。笑着跳。拥挤老师的服务啊。就是说那个啥子拖都麻了。狗狗的。也这样子点赞。大概哪里？他这个是被电视台采访，再早一会儿大家都在跳舞。现在是拥挤了，好吗？
因为这老师最近有点感冒。家人们可以看得见吗？可以看得见吗？现在这边是不是？先可以拿过来。行了。这边东部。这边。还有。没那个节目。可以。行不行？钱够不够了？可以不？啊，够打脸上去。可以了，可以，没得问题。可以了。我把这个收下一个。我把收了。下一个。拿上。收一下。转过来嘛。还有没有空？它里面还有空间。还有点没给的酒。没调过去。采访的时候这个鸡胸珍珠。就是都不赞成这种公司。我那个推荐。家人们点点赞，点点赞。把点赞先走起来，点赞先走起来。现在还没开始啊，家人们先点点赞啊！没点关注的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要拍他是不是？太高了。太小了，还没飘。就这样啊，等着拍照特别好。这谁比得拍到这边的呢？稍微往回移。这个交价。哦，这个。我们3个一起，3只小老虎在一起跳最好的。对，把3只小老虎叫在一起，根本不用拍的。可以了吗？你也可以放。
又被投诉了，说我们声音太大了，吵到别人休息了。警察都来了，我们又被投诉了。对的，警察是的，警察都是的，还有2个。主要是到了晚上10点了，没办法，这样。到了晚上10点，吵到别人了。吵到人家休息了，不报警了。感觉后面好像录不下去了，主要是对太晚了，主要是真的是太晚了。他说的对。这个要求不是谁都能。叫王七来个骑马舞，歌上王王七，王七的骑马舞来一个。王七的骑马舞，义务，对，王七叫的义务，康巴义务，艺术义务。骑马舞是后面隔串儿才是骑马舞。对，他隔串儿王也可以。牛都卖。王七来个隔串儿王。对。现在在商量跳什么舞，看王七跳什么舞。哪个？这个嘛是，格桑曲子，格桑曲子。是老师。你说前面4个字就可以。对，可以的。好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关注，可以关注一下吗？啊，关注一下。继续看。为什么白天不跳？因为白天我们不跳舞，白天大家都有工作啊，各有各的工作，各有各的生活，所以说我们不会去拍，不会去跳的。只有晚上大家下了班过后，大家再聚在一起跳舞啊，放松。就是我们只有晚上啊，家人们。白天大家都在工作，不可能白天为了跳个舞而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那人人都能跳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点赞，谢谢。对，祝福我们阿坝州的美女啊，对，谢谢。最后一个了，王鑫的骑马舞，那卡格桑二王，来拼点啊，家人们！
跳完了，真的是。一人跳一段。一人跳一段，这个一段太短了，可以好拍完了，10个人都拍完了，10个都拍完了。让小罗来一个吗？小罗来一个吗？小罗要来一个。小罗啊，小罗，他是专业的啊，这个是新的那个响国之声。我去跳一个吧。永吉老师，跳的是又来了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。不是又要跳跳是吗？跳都跳了吧？他好像跳得到了吧？跳了吗？不会，他也跳片段。他好像要多拍一下。K120吗？升格吗？学那个女服，他中间跳的，在人群里面跳的，其实那个镜头。他要多拍一下永吉老师。真的是查尔斯，一听音乐就知道了。等一下啊，家人们，跳19筹谋啊！哎，对，19筹谋也是经典。勇士珍藏啊！还有没有？还有是不是？还有一个。尽量往前站，因为那个灯影要撑不住。灯怎么样？灯可以吗？可以，有一点点就好，有一点点补到一点点面光就行。这光线可以，有一点点就可以。永吉老师真的把转章穿上，那帐篷跳一段。永吉老师真的穿转章。他是永吉老师的经典。拉错也跳得好，几个跳都好。对，拉错也是跳恰的是，就跳得很好。其实小罗的也更好，舞蹈是跳最专业的。开西也是。开徐吧，对啊，开徐也是舞蹈生。舞蹈生有点多。我这就是硬拉的。你像欧姆也算是舞蹈生。对，我还应该让欧姆来一个，其实。对，欧姆该走的。但是欧姆一跳舞完舞他就走。对，他回去直播了嘛。对。回去直播。直播要注意。我准备小心。因为我要捕捉一个他全身呢，肯定还拍到一点他全身的样子。
永吉老师加油！张金宝，加油！眼睛可以看这边，等下调的时候。Music。音乐可以放啊。徐州来啊，还跳旋子啊！徐州在旁边躲起的，徐州什么都跳。徐州我母嘛，不要有那么多人围观嘛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结束了，谢谢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高正气，高正气。你们还拍吗？要不要等一会儿？但是少一点呢，在这。我可以坚持到10点半、10点20就走。要出镜是不是？没有了，他出镜是不是？这个还抢一句。全场一般平常不会这样。真跳得好。到人少一点再继续要采访。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！现在刚刚好。减淡，再减，再减。最小了，最小了，最小了，最小把灯往后展。最小把灯往后展。喂，你在家里面吗？不是。多多的手机充值充了强不强啊？我充200块钱够不够啊？够没够？ 139那个移动号码没得钱了，他说停机了。我充200块钱，你问他噻，够了哇？够了就好。好，他交头去了嘛？后面有。等一下，等我1分钟，等我1分钟。等我1分钟，我看一下这个音频设置对不对？等一下啊。没好。你说一下来。OK， 现在是对的。你要做个出镜是不是？ 等后面那个大爷走了都，等后面那个大爷走了都。没事，后面有人的。可以才干干净净的。等一下，一次性啊，一次性。这么多人拍你吗？等一下。试一遍吗？ 试一下吧，先多试几次。情侣路这我给成都动情的，没紧张猛活动，上面说内容不过完了。等一下。可以。好的，好。不是对了。现在说内容又过完了。开始了哈。情侣
也成都重庆的，没进站门站门户的三。啊，等一下，3呢？现在宿舍没有了。千米，在这里过，开始啊。千米路站我也成都重庆的，没进站门站门户的3呢，宿舍呢有越过万隆的，或者都呢，北京苏州之年间扬州的大瓦东，洛阳港嘎达给头呢，没得通这栋，接着。没得这栋之年几里经着强推两百斤京都定比南巴当时的，京都定比南巴当时的，别给国中的，广州三坡呢，这个，没讲，别给国中的广州三坡呢，没讲啥个北京东。上海、成都所大瓦马在大东、阿姆斯特丹、加拿大所是一家看蒙古籍的大学的。So did you yesterday? OK， 再来一遍好吗？好啊，我 OK 啊。这可以刚刚。主要是很多人看了好紧张。对吗？都不想回去睡觉嘛，看看。你刚刚那种刚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抽烟的大爷，往前面走点儿。千米路站我给成都重庆的，没进站门站门户的3年宿舍呢有越过万隆的，或者都呢北京，苏州之年间扬州的大瓦东，洛阳港嘎达给头呢，没得通知东之年几里经着长推两年间京都定比南巴等时的，别给国中的广州三坡呢没见农产业北京东上海。成都所大瓦马车，大东阿姆斯特丹、加拿大所是一家看蒙古籍的大学。So did you yesterday? OK。可以。要不要看一下？我把车了。斌子，我把车了，你再开始喝着喝着。刚刚他跳舞之前还有人在吃辣条，刚刚还有几个小孩在那吃辣条。辣条。就是你总不能给小孩子抢吧？我先走。没事。走吗？我们这里还有凳子。有啥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衣服啊湿了。你们回去。没事，我去。不，先我去，没事。那马上完了，这肯定是2名的本子。大哥，那写的清错。那应该就是他嘛。没的哇，没吗？你会吃的。你们看。算了吧，明天我们知道。这那个是一边看一边。哎呦，这么多馒头，我们快啊！这个是不是？要正面才好看。要正面。这个。你们去哪里？我去哪里啊？这个。你看那个吗？你过来看嘛。你讲那个。啊，好乖啊！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特别显白，特别好看。对，还眨眼睛，他眼睛还眨一眨的，看吧。别人这个戴眼镜效果也很好看呐，这个也好看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也好看。这个好看，对。这是哪个平台啊？就是 YouTube 的。哦。采访完了可以谈吃完了。我戴的也很久。你要眼镜。哎。哦，好激动。可以了吗？这儿，在这儿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可以。真好看。他动了嘴跑的，他是追踪吗？这个是啥？跟康宝贝似的。
他在那儿背那个高子。稿子，这儿2台。